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咱即摆搁来介绍甲身躯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吼。咱即摆首先要来介绍的就是读做屁哦，它是脸朝下扑倒，咱譬如讲把它劈落去哦，就是叠成脸朝下扑倒的样子哈。搁一个意思跌在地上，咱譬如讲迄日涂骹是跌在地上的意思哈。好，搁另外下骹一字读做碰就是抨击、斥责、大声骂人。咱譬如讲，莫安尼无代无志就甲人碰不要这样没事就大声骂人下面要来介绍一字读做拍，就向前扑倒。咱譬如讲，伊把一个规个人拍落去他跌得整个人扑倒在地好，搁下面这字嘛是读做拍，但是你的写法无同，它是趴的意思。咱譬如讲，趴伫桌仔顶困倒就是趴在桌上睡午觉趴。搁下骹这字读做搧，就是瞄偷看的意思，迅速的看一下子。咱譬如讲，你去房间搧看卖看伊敢有咧读册，就是你去房间偷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在念书好，感谢各位。